好，开始。咱就无等人啊吼，直接来读啊。我袂记个 schedule， 所以可能足侪人是毋知今仔日我会读吼。歹势。啊？歹势，你讲啥？我讲直播也无看。还未看到。我已经送出去啊呢，应该是会当。啊，讲有雷梦片也无互我啊。哦，对，歹势。也无法度片啊。好 ，OK。但是直播也无看。无看到吗？有啊吼。好。有合啦。咱顶回呢，16302读煞吼，16302写到9个尔，啊后来就拢无写。163年嘛无对1个开始写吼，对2个24日开始写起吼。好，咱来看，1631年，明世宗崇祯4年，辛未年，1631年2月24日，伊写一个 B， 毋知什么意思吼。B 伫中国沿海所写的日子，定录吼，载入叫做定吼，定录 ，TIAH 吼，第8声，定。1631年2月24日到3月5日，无写内容，敢若写编号尔。VOC 1102 FO 毋知啥物意思 ，FO 577到578吼，577到578吼。伫台湾商馆所写的日子定录1631年3月6日到10月4日，相关编号尔吼。VOC 1102 FO 583到597 FO 577。好，1631年2月24日，有一只将客船对安海带一寡商品，以及一张特劳纽斯先生的批来，批字讲，遐的官吏命令伊做一只将客船离开陆地，并且禁止任何人甲我方的人交谈，因此贸易又搁完全停顿，几乎是强要吼，强要完全停顿。商人敢若伫迄个暗时啊，才赶来船顶。所有的原因，根据特劳纽斯对伊官遐听到，就是讲，拢是出自上席商务员 Compostelle 身上。伊去遐一个差不多是强要是神圣而且真大的所在，试过去查看，伊是遐查看啦，但是一般是查看，无是查看吼，并且坐伫一顶神轿，公然叫人光顾市区，还有其他更较侪的代志。伊因为安尼惹来真大的生气吼，极大的生气。原来交代者吼，1630年写到9月就结束，咱顶回读到1630年9月就无搁写，啊后壁敢若补一寡甲年底一寡代志安尼。所以咱1630年读煞，1631年嘛无对1月开始写去对2月吼，而且一开始敢若写一寡敢若档案编号尔，无内容。
有内容就是1631年2月24日拄则开始吼，就咱拄则读的这段，这段是讲，特劳牛斯炸一张对安海遐送一张批过来吼，批呢讲，佫无法度通做生意啊，对啦吼。啊，根据伊所听来，对伊官遐听来讲，有啥物佫无法度做生意，是因为因遮一个上熟的商务员伤嚣摆就对啦吼，去遐，即个叫一顶桥啊做叫人经过市区而且佫较侪代志，伊敢若这是其中一项代志啊，个做足侪代志，去互人足生气吼，所以人无通时仔人无通做生意啊吼。好，咱继续看25日，1631年2月25日，都督等下，拄则24日，咱来看一下迄个人，迄个讲去互伤过嚣摆即个叫做 Jacob Compostell 1630年伫支那地，这应该是嘛是 Ternate 什么意思？好，毋知啥物所在吼。以及支那沿岸担任上席商务员吼，1630年嘛，旧年。1633年12月被遣回荷兰吼，就去互人送转去荷兰啦吼。1636年伫巴达维亚担任法务议会议员。1637年出使曼丹。1638年伫科罗曼多沿岸以及锡兰1640年伫阿济敢若是毋是印尼啊？有关一个诘问吼，我来查一下这字汉字要来读。还是甘字典。诘问是 cat 吼 ，Khiat cat 就是问啦吼。所以揭问吼，关系到揭问之事，记载伫 VOC 110256数。这个揭问是啥物？啥物代志？毋知吼。按1631年10月4日，普特曼斯派代表一船当时担任快艇 Beverwick 号顶头的上席商务员 Compostell 关系伊伫中国闹事以及该船装号的情形，所以才有这个揭问吼，就是台湾的这个长官啦，普特曼斯特别去问这个人讲啊，你伫遐做这啥物代志？这样代志。好，咱继续看25日。1631年2月25日，都督来到厦门。这个都督是啥物人？下底注脚写是原字 A32，但是咱看袂到，咱看袂到原本的这个注脚吼。好，不管，反正就是这个都督来到厦门，因此来洛亚即刻随时派人来甲因通知啦吼。命令阮甲快艇小可驶到迄寡岛屿的外面，或者是至少移徙去其他的所在，免得伊去互都督来接庇吼。这个李洛亚，李洛亚可能是啥物老爷吼。只见以此，可能是以后李见以后定定看到迄个叫做西罗亚的病哦，可能是西罗亚啦，但是也可能无拄好，还是无拄好写做李罗亚吼。
西罗亚长系西罗，就是汉字的西罗亚，究竟是何人太克吼？毋知即个西罗亚是啥物人？怀疑应该是应该做官啦吼，啥物老爷即种做官。或者伊派人来甲荷兰人通知讲啊，恁较小较闪的，小较退后，阮度度来啊。恁若无小较闪的，阮度度会甲我骂吼。因此，阮使船吼，小可退较出来，也因此无生意人来船顶甲阮进行交易，一切拢是因为度度来到厦门，因此伫即个期间，即边以及安海迄边的交易拢差不多是停落来。即种情形对伫要装载比无为好的货物，将会造成真大阻碍。要装货无法度装啊，度度来啊，大家还较闪的对。2月27日跳一工吼，将客船打九号对台湾来，风力真强。你看即马即个写日记的人吼，即马应该毋是伫台湾吼，讲对台湾来，应该是原来伫安那伫个即个伫个可能是厦门遮吼，风力真强。早起时看见着伫个遮，伊写漳州河，相反吼，漳州河口就是厦门湾迄遐吼。早起时看见伫遮，伫即个漳州河南角附近有一只大船顺风南下吼落南，因为风力真强，无法度来挖近阮。阮摇讲迄是对日本来的阮的家己的大船吼，就是荷兰人的大船。愿上帝互阮得知即个事实，就是愿上帝互阮知影是毋是啦吼。而且也使公司伫个日本的状况会当像以早安尼遮尔好吼，求上帝保庇啦。2月28 1631年2月28，对海城有几个商人带死甲糖来，但是对厦门拢无人来吼，是对海城来。海城是九龙江的河口，九龙江就是漳州河啊。我是看毋到，我查一下吼，我看这海城是伫倒位。海城吼，海城吼，海城是一个镇。啊，搁新仔海边迄个啥物镇啦、市啦、吼县啊，含咱的观念无介共吼，所以也无确定即个镇到底是啥物地位吼。海城镇伫咧即啥物所在啊？所以无记毋着嘛吼。九龙江就是漳州河啦吼。啊，海城是伫个漳州河口的南岸，厦门是伫个北岸，但是厦门搁较出海，伫个出海口遐，海城是较入去吼。好，海城讲有几啊海城对几啊商人对海城遐炸死甲糖来，但是厦门遮拢无人来吼。好，咱继续看3月。即个因为咱过几啊个月吼，所以咱对，咱顶回有读着吼，讲迄个叫做啥物啦？江滨去互气候去互天气拍败吼，一船家己船沉落吼。但是后来江滨的名佫出现了，所以到底是安怎我嘛毋知吼。啊，即嘛拢遮佫有提起江滨，咱来看觅吼。3月1日，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
对翻译员遐知影讲，伊赶含伊诶兄弟死社对伫我方诶人伫安海交易诶代志发生争论。咱一直读着安海，但是我无甲清楚安海伫倒位哦。我看者安海。静冈市安海镇。安海是伫咧，歹势，金门诶北边啦吼。厦门搁东边海边对海遮出来就是会拄着即个金门岛。金门岛诶北边就是安海镇吼。但是伊毋是伫咧海边啦吼，其实较内陆一丝。好，也是安海。伊赶甲伊诶兄弟死社对我方诶人伫咧安海交易诶代志发生争论。死社毋肯坐视我方诶人伫遐交易，就是死社无爱合阮做生意啦吼。又得悉吼，又搁知影讲，死社准备好伊全部诶用客船要来漳州河遮对付蒋斌。对付啥物？有一寡势力诶蒋斌，蒋斌阁有势力啊吼。进前伊诶船去互即个天气拍败吼，但是真侪人咧摇，啥物蒋斌注卡无写。但是有真侪人咧摇讲，伊可能是要来攻打阮吼，可能毋是要拍蒋斌，是要来拍阮吼。因此来经过长官爱提高警觉，因为一官含其他诶人，虽然讲一官伊帮助过阮，但是一官含其他诶人共款，拢袂当信任诶吼，袂堪要互人相信诶。而且赌毒嘛，定伫咧留伫咧厦门内底，伊也无叫阮离开，也毋甲阮讲任何其他诶代志，就亲像因爱讲白贼诶本性迄款诶做法吼。即个赌毒是死哪诶赌毒啦吼。之前讲赌毒来嘛吼，无讲是啥物赌毒无名，我嘛毋知是啥物啦吼。应该是大官啦吼，对北平来大官。留伫咧厦门内底，诚神秘吼，也无叫阮离开，也无甲阮讲其他诶代志，就像因爱讲白贼诶本性安尼诶做法吼。即个荷兰人知影讲是哪人爱讲白贼，毋过荷兰人其实你看荷兰人嘛足奸巧吼，嘛无较输啦吼。这嘛是造成阮相当诶猜疑，因要甲阮迄个算计，这是要安怎翻译？我袂晓翻译，算计。我看查会着袂？说台语，算计，算计。设计敢会使？设计嘛会使对啦，设计。阮猜伊讲，因要甲阮设计啊，要这意思哈。这嘛是造成阮相当猜疑诶原因。总理言是伫咧西纳做贸易，就像伫咧东印度其他地方社款诶威胁，除非来使用武力、别无办法吼，别无他法吼，无啥物其他诶办法来甲逼使迄寡大官就范。
也无希望改善模样吼。我之前有找着我伫个10多年前写的迄篇迄个芳寮群岛吼，芳寮群岛的即个大肚山吼，就是荷兰人伫个迄个叫做班达群岛啦，班达群岛就是香料群岛吼，伫遐迄个故事吼，你就知影荷兰人足惨的吼，无绝对毋是食菜吼，比起希腊人绝对无较输吼。好，咱继续看咧。3月3日，你若有兴趣看的，若无看过的，有兴趣看再甲我讲，我再寄你，寄 link 互你啊。我伫个刻伫我的 Google Drive。我直接，即马较无方便，等下再用。3月3日早起，好，你帮我答吼。3月3日，你找着未？应该会啦吼。我有搭你再找。无问题。嘿，3月3日早起时，对厦门遐得到翻译员的消息，讲都督伫个2、3天内要建拢迄个东山哟，还是东山吼？我毋知迄个所在安怎讲。东山，这毋是台湾的东山吼，是应该是东山岛，东山岛吼。法律就是讲，都要离开啊吼，2、3天内离开。一贯的军队也要伫个差不多迄个时间要去南方，要去对陆将兵，因此来吹想讲，本月1日所讲，因可能要来攻击阮的迄个消息，应该是无正确。而且今仔日来船顶的生意人，比以早任何的时间来了搁较侪。但是这以后无偌久，才着一张一贯的来批，写了真可疑。但是根据阮所会当注意到的状况来看，真可能伊决定要进行对阮不利的代志。因为生意人讲，伊一定是咧变啥物梦吼，讲迄个官员一定要去北方，是因为对伊甲对阮非常的生气吼。讲迄个都督啦，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去北方？因为伊对一官甲对阮对荷兰人拢非常的生气，所以你不提伊要去南方的打算，拍算，直写批互伊。即只吼，这翻译遮一堆伊吼，毋知你讲啥吼，是因为对伊甲对，当然是对一官甲对阮无非常生气嘛吼。你不提伊。无讲去，伊要去南方的拍算，这应该是讲迄个都督啦，无拍算要去南方，就写批互伊，这是写批互啥？请伊来，应该是一官嘛吼，请一官来函长官普特曼斯阁下，或者是代表来商谈的地方。不过事情到最后也是会真相大白吼。这段翻你翻起来吼。好，翻译就是讲，迄个都督要交代讲，这翻了歹势，看无介清楚，读个就过吼。当时接着为着要修理而去停伫个厦门头前的杨克船打狗号顶头的5方人员，真大即个嫌啦吼。说滴遐嫌啥呢？讲希腊人伫遐对因大肆干扰，试过甲物件拢摕走，若有人去阻止，就随有真侪希腊人来伊来拍因吼，拍甲强要无法度通脱险，抑佫有更较侪其他无体的代志吼。又佫对安海特劳牛斯也无送消息来，伊是伫个4天前被长官普特曼斯阁下派去安海吼。因此对以上所有状况来看，阮来了解吼，阮要讲
将有恶意或者是奇怪诶代志要发生，因此长官阁下和议会决议，为了要尽量避免所有诶危险，要甲迄寡快艇甲容客船驶去停伫诶烈士或者是大胆岛下面，一直到接到进一步诶消息，随即起定用旁驶去大胆下面。讲你看因即个步步为营吼，做每一项代志拢怀疑东怀疑西吼，你看迄当阵迄个环境吼，其实咱读到遮嘛会当理解啦吼，无一个人是信任对另外一个人诶啦吼，逐个拢较只偏你拄倒诶吼，情形太侪变诶吼，咱读到遮就已经几啊遍吼。3月4日。快艇阿森德夫号，讲到这，迄个香料群岛大屠杀嘛是相款吼，伊较只偏插刀吼，因为迄当阵嘛是迄个班达人嘛是甲迄个甲荷兰人一寡什么长官啥吼，甲因招我来就对啦，什么借口我是毋知啊，无写。啊，甲因拢规定拢招我来了后，做一个太太起来，所以荷兰人为什么遮生气，甲因灭族就是安尼，报仇啦吼。逐个拢是较只偏咧拄倒诶吼。好，3月4日，快艇阿森德夫号对台湾来到此地，就是大胆遮。大来消息只敢若讲台湾情况一切拢真好，也算好啦吼。其他无啥物特别诶消息。今仔日上色上务员特劳牛斯对安海坐一只容客船来到大胆遮，对遐来得到知影讲，一贯诶军队全部除了伊迄只新诶大容客船以外，全部拢已经来到围头湾，大部分拢是小船，但是拢载士兵载伫边吼，阿兵哥载伫边，伊诶兄弟抑阁有几只旧诶大容客船也拢含伊做伙吼。伫特劳牛斯出航进前，一竿捌来伊诶船顶。我袂记食药啊，歹势吼，摕遮药啊。讲即个特劳牛斯要离开安海来大胆进前，一竿捌来伊诶船顶，讲拍算因也要出航，但是8工或者是10工后就会阁转来。而且又阁讲已经对军门遐摕到6张允准生理人自由去台湾通商的即个通行证，其中2张，伊已经分互2个商人，2个生理人吼。其中2张，并且佫一只大容客船已经分互2个生理人，另外4张长官阁下会当决定讲要分互其他伫咧漳州河伊所信任的4个生理人，每一个摕通行证的生理人，抑阁有其他，抑阁有佫较侪其他的优惠。若讲所讲通行证的代志是事实，对公司会是一件如意的代志吼，一件好事啦。但是特劳牛斯对一竿也无真好的感觉，所以也毋知影讲真正的情形到底是安怎。讲就对啦，事实上是安怎还阁毋知吼，还阁看。3月5日，军岛快艇来到烈士，下面停泊伫一个真好真优势的岸边。烈士伊阁叫做小金门吼，伊对主角写吼。
停泊伫一个真好、真优势岸边，对遐会当随时出海。丢瓜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决议讲，明仔载要派比伯维克号出航前往巴达比亚，并且决议伫阮离开以后，上级商务员包瓦斯和特劳纽斯要带两只撞客船留踮咧漳州河遮。好，了解，意思是要留伫遮啦吼。以便和一般交涉所讲的通行证以及搁较侪其他公司的事务，其中包括一般是毋是要搁允准阮留一只撞客船伫厦门头前来进行贸易，但是要有搁较好的保证之下，安全留踮遐，就敢若亲像旧年相款吼。3月6日。看见真侪一般的撞客船伫阮周围漂航，伊家己也带伊大部分的军队停伫个位头湾，这互阮以前的猜疑搁较大起来。因此，丢我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来决议，即刻要甲希腊人派去比伯维克号，并且令迄只快艇因暗就出航前往巴达比亚。其他要做威灵顿号和阿滕多夫号前往平湖，而长官会坐一只快艇继续往台湾去，另外一只快艇要留踮咧平湖听候迄寡代表可能进行的成功消息。是你写啥？因为一关如果冲突起来，就算是阮拍赢，今年的贸易已经挥发去啊吼。所以呢，比伯维克号会当要阴暗含阮挥别出航。阮嘛要随洋旁起航。7日就是即嘛是7日6日的，7日就明仔载吼，明仔暗来到平湖，应该是写做伙着，一定写讲来到平湖，停伫个迄个大岛，一条岛叫做大岛，大桌子吼，大岛下面。今仔日早起坐阿森多夫号前往台湾，感谢俄罗上帝。因暗就要来停伫个北平沙洲区的下园下面啦吼。你看过就好啦。好，连续9、10、12、13、14写做一篇，无特别的事，只干那无用地起做海报以及新港的迄处，以及伫咧准备迄只快艇阿森多夫号，以便航往平湖和威灵顿号做伙。15。好，3月15号就写较长啊吼，咱来看发生啥物代志。今仔早起，快艇阿森多夫号出航，搁再往平湖去，要去遐听候商务员包瓦斯和特劳纽斯和一般交涉结果的消息。而且如果情况若顺势，就要同齐前往希腊去再转台湾所需的物件转来吼。如果交涉失败，就要去渔阳岛就平湖啦吼。再石头转来，为啥物这写特别写渔阳岛？不管，就是就要去平湖再石头转来吼。不管成功失败，就是要载物件转来吼。今仔日上级商务员包瓦斯对漳州河坐撞客船淡水号转来到台湾，向阮报告讲，伊伫咧一关出发进前前往南方，伊伫咧一关要出发前往南方以前，和一关交谈过，但是对伊或者是对其他希腊人遐拢听袂出讲，伊所率领的武装军队出发，除了是要去追击将兵以外，还佫有啥物其他的用意？探听袂出来吼。
若是讲到迄个想要互快艇搁去停歇伫个厦门继续贸易个代志，伊讲，应该是巴瓦斯讲吼，讲就算伊愿意也无法度允准，甚至对伊完全迄个承诺过吼，快艇会当去烈士或者是大胆靠岸5-6工，用来装载台湾所需要木材甲石头即种代志，伊嘛毋肯允准啦，毋肯允准咯。但是伊讲，即拢是一贯诶吼，讲有2张以名义下诶通行证已经交互2个生理人，互因会当用客船载运商品来台湾甲阮交易。抑佫有4张即种通行证，伊要分发互阮选择会当信任诶生理人，但是这有附带条件，就是即寡生理人交货诶时阵，着爱付款互伊，伊愿意保证几个伊诶人，每一个拢是会当信任诶。相对呢，阮必须不只爱按照差不多所有因要求诶计数来收买因诶货物，连迄寡无好诶、有破损诶即个货物，也着爱含好诶货物到做一个收买吼。若无就无愿阁含阮公司交易。即种做法，若变成强迫性诶交易，也显然是会互公司遭受真大诶损失。不过，伫咧都独离开以后，伊愿意允准阮阁派一只用客船去停伫咧厦门来进行交易，这是含伊交涉诶要点。上述巴瓦斯和特劳纽斯受到伊特别诶欢迎招待，并毋是讲阮荷兰人就拢会当得到伊诶好感。伊有阁讲会当送200-300担护照去遐，伊将要用几项商品和阮交易。听了即寡消息，长官普特曼斯阁下来向议会提议，看阮是毋是应该派遣快艇威灵顿号和阿森多夫号，该动将客船淡水号用威灵顿号载巴瓦斯和伊所要求的护照和16000里尔，前往上述的漳州河去载转来石头和茶，并且用迄寡资金尽量去交易青丝转来。该长官和议会来决议，普拉马斯和议会决议啦吼，因为无法度判断讲快艇伫咧历史是毋是会遭遇危险，或者是遭受像以前所听过有关一寡对阮不利的谣言的时阵，是毋是会当随时来出海脱险，所以决定要用即只将客船淡水号装载护照送去，因为一寡即嘛急需要伫护照，所以爱尽量载去即只将客船所会当载护照去。即篇落长拢是讲和做生意有关的吼。18号3月18日2纸，上述商务员包瓦斯坐用客船淡水号载着迄只船所会当装载的护照吼，出航前往漳州河，并且命令伊爱对漳州河派一只用客船炸一张伊报告迄边情况的批，去互总督别克阁下。别克是啥物啊？这应该是这个别克是啥物啊？要叫伊炸批去互总督阁下，应该是前一直你讲迄个总督吼，但是为什么即个名看咱去外国人？3月22、23、24吼，陪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去新港，去督促迄间临时的教堂以及所互民建造的厝，要规矩来甲起好势。我之前讲过吼，就是因一直
伫安顺要踮咧新港遐要起一间厝，是要互迄个传教士叫做 Candidius， 有人翻做甘地书啦吼，甘地书，即个是等于是要起一个教堂伫遐啦吼。伫遐的宣教工作进行了真好，愿上帝祝福即个工作，互听你相信的人愈来愈增加，因此，互即寡可怜的善良人的灵魂会当得到真光的拯救。3月24吼，讲到教会的事工。3月31，3月31是25、26、27、28、29、30、31吼，人做写做一篇，无特别的代志，游园伫咧进行海宝和新港迄间厝的建造。3月读过，4月4日，有一只新仔人的将客船对日本来到此地，带 Nyan Road 是啥物件？我看下注解。Nyan Road 是一个人啦吼，的名啦吼。这个人啥物人呢？1607年以珠宝商The Peter Williams Verhoeven 的舰队出航。1610到1610年伫阿祖蒂亚，伫咧曼谷迄个泰国曼谷北边。1612到1615年伫咧北大年做常设商务员。1617年做公司主管。1622年参与伫咧支那宴会远征。1633年担任迄个辩护的公司主管。1633年伫咧辩护来过身。哇！所以咱即马已经看1632年就2年后，即个人就无伫啊吼。即个人叫做 Nyan Road。讲4月4日有一只新仔人的将客船对日本吼，所以迄个即 Nyan Road 迄当阵伫辩护咧做主管嘛吼。伊有一张批伫咧3月15日写的吼，的内批内容是甲和去年11月30日收到的消息基本上无啥物差别，敢若讲辩护的主人已经答应 Jensen。要同齐前往江户去甲总督阁下的批以及早期礼物交互国会议员以及其他大官。伫即种条件之下，对辩护出发。希拉岛哟，辩护出发要来到乌萨卡大阪，伫遐若被上述迄个辩护的主人下令停留，而且向拘禁起来，不得前往任何其他的所在。要解救迄边的迄寡朋友的希望真细，对因的批来看吼，看起来是真细。求上帝互因看到希望，因为无日本的贸易公司伫咧台湾遮，特别是伫即种情况之下，的负担实在是太重了吼。一直看到遮，感觉荷兰人这2年其实无趁到钱吼，伫咧即个台湾遮生意拢做袂起来吼。好，4月吼，还有4月，加2天4月5日。好，4月5日嘛食饭吼。长官普特马斯阁下和议会接到消息以后，就商议讲，是毋是应该派一只将客船，甲即个消息炸转去，互总督阁下知影。即只应该是指印尼遐的总督吼。有真侪理由反对即个想法，譬如北方啦吼，已经要过去啊吼，因为4月啊嘛吼，春天要到透南风啊。因为迄寡快艇和将客船
会离开，而感觉力量薄弱了。话题就是因为一寡船离开，所以即马兵力较无遐强吼。但是反倒转想着讲，以早写批甲总督阁下讲关系将客船打到河伫漳州河南角看见的迄只船的吹响的代志，为着要免除总督阁下的怀疑，实在需要阁派船送批去互伊。即个代志经过长官阁下权衡之后，决定要就是长官阁下算盘定定的决定，然后讲要派一只洋客船准备好要去巴达维亚，带3个月份的粮食，以便万一无法度到巴达维亚，当随时转来取队，并且要搭载认为需要的人数，适时啊出航。讲较无清无楚吼，我毋知影讲为虾米要派一只船去巴达维亚吼。因为讲为着要互总督阁下无怀疑即项代志，迄个代志我看无介有吼。什物打狗河进前伫漳州河南角看见迄只船的吹响。今仔日快艇威廉根号和阿森多号载上级商务员鲍马斯对漳州河转来到厝地，对伊来知影下日的情形，就是一竿伫3月17日伫拉玛南澳的南方拄着江彬甲伊的坐船来车并去了吼。江彬的船去互一竿甲用一个平船去，一竿取得全部战利品，价值差不多30万里尔。但是江彬却伫冲犁的时阵跳入去水里淹死哦，江彬已经死第2遍了吼。一竿已经带伊的军队对南方转来到安海，即个快艇停靠伫烈士。一竿用英文讲，我看倒去，伊的即个快艇停伫烈士，伊英文讲，因为已经取得军门的通行证，会有真侪货物要送入去台湾，会济到阮的资金无够通纳吼，无够通支付遮尔济即个货物会再来台湾。但是阮搁再一次注意到讲，伊可能对阮有不利的计划，所以迄个快艇毋敢继续留伫遐。虽然也未充分取得阮所想要取得的物件，也未使用迄16000里尔现款，还是决定要甲即个快艇驶转来取队，应该是台湾啦吼，驶转来台湾。上级商务员特兰纽斯得到一竿的符克以及议会同意，炸着4400里尔，坐一只洋客船留伫厦门的头前进行交易，已经伫遐出卖比预定搁较侪500-600担的护照，以交换商品，或者是以现款每担10纽银半的价数，卖互一竿以及甘皮啊是啥物啊？是一个华商吼，是一个生意人叫做甘皮啊。就是讲，迄个特劳纽斯有伫遐做生意啊，护照卖掉啦吼。伊官嘛讲，对伊长官普特马斯阁下以前如此要求的迄2只洋客船，将会交互公司，但是拢爱用汉半的名义来办。汉半是啥物啊？汉半也是公司所信任的新仔商人吼。汉半
讲爱用汉文的名义来办交接这两只船无伊将会遭受大官真大受气。现在一官就是遮尔无信用，用即种花言巧语落言甲花言巧语，要来叫阮相信伊，同时又搁进行伊对阮的即个歹主意，安尼还阁有啥物阮会当相信？其他的人就搁较毋免讲，伊伫咧所有的大官当中，至少直到现在，还算是会当信算是一个会当相信的。但愿上帝对公司直到现在所遭受的大损失，以及阮全力追求的商业的正义，来正视一摆。愿上帝来甲阮正视甲阮看顾一下9:23，咱阁继续看4月6日。4月6日，今仔日将客船打狗号甲淡水号转来要载已经卖互一官和甘贝亚的护照。即寡船载转来，特劳尼欧斯的批也证实了上述快艇载转来消息。张寡阁下含议会决议，要尽迄寡让客船所会当载量，尽量载就对了互迄寡船甲护照载去。若要为着要销出即寡护照，也是为着要促进台湾的交易，并且互一寡感觉讲阮对伊的计谋全然无知，要互伊莫怀疑阮就对啦因为和其他人来往，伫咧无法度表达阮的意见，也袂当毋惊的任何人。安尼翻译是安怎写？安怎讲？就是因为和中国人的来往，伫咧无法度表达阮的意见，也无法度惊其他人，就是要去死哪对阮来讲嘛真惊吓啦看起来就必须爱用计策来交涉爱用计啦以便将来公司伫咧交易的时阵，派去的公司人员袂去互袂定定互迄寡无知的人所互因装痟的摆布公司的资金必须要经过安尼管道来运用，实在是悲痛的代志即种情形伫所有正直的公司职员的心内拢造成何等的难过心内拢真艰苦。但愿洞察即件事的人会当好好来思考，希望伫咧无偌久的将来，真正会当找到处理即寡代志的好办法。读着就好4月7号、8号，即寡用客船满载护照出航，要载去希腊交互特劳纽斯。求上帝，互公司的人员和财务伫咧贸易上和安全上拢会当比旧年搁较成功。这几工拢吹南风，希望航往巴达比亚迄只用客船伫咧航行中袂遭到困难。讲要派一只船去甲总督解说啥物代志4月9日、10日、11日3工无特别的事。4月12日，张寡阁下和议会决议要派快艇威灵顿号和阿瑟罗夫号载12000里尔甲1000担的护照去澎湖，要去遐装载对漳州河用客船所运过来所收买的商品，并且要去送交为着要伫遐进行交易所要求的或者是所需要的资金，或者是以后迄寡快艇家己前往希腊，要去装载上述商务员特劳纽斯所收买价值8000到10000里尔即个较幼的货米精细货米，安尼决定拢是为着要伫咧分往各处交易护照的上客船抵达以前，
会当搁较安全来尽量运用资金，避免会当和巴达比亚心内荷尔蒙交换，愿上帝保庇，互因甲迄寡荷尔蒙平安早来到遮。拢是做生理诶代志吼。15剩3分钟，毋知看会了袂吼？看有济算偌济。4月15日有写将希腊人诶容克船抵达此地，该船诶首领名叫 Augustine。为虾米一个希腊人诶船顶一个人叫做 Augustine？Augustine 是日本诶希腊人卡比丹李旦诶囝，中文名叫做李国柱啦吼，或者是李大社吼，李大社。伫咧公司诶物件内底，有时称之为库士或者是大社。伊和一贯对抗多年以后，伫咧1633年加入伊诶阵营。1634年被家己诶日本人诶部下劫持，交付海贼老乡。这是李旦诶囝吼，李旦是卡比丹吼。好，咱转来即个 Augustine 是即只容克船诶首领吼。伊即只容克船4月16日即天来到台湾。伊早捌去互赶着出台湾，伫旧年12月坐伊诶容克船载着一张莱茵罗德写互张挂普特曼斯阁下诶批，对长期出航要来台湾，伊是安尼讲啦吼。但是来到会当看到佛罗摩萨岛诶所在，估计差不多是距离西班牙人驻扎诶归人2工航程诶所在，拄着暴风，以致伊容克船会桅杆去转去啦吼。桅杆走出船外吼，因此必须要驶入去归人，去遐找另外一支渔网来装载伊诶容克船，来装备伊诶容克船。因为桅杆转去，可能爱去归人找一支柴来做桅杆吼。伊去到归人以后，不但被用镣铐留1个月，而且留伫遐剩1个半月。留伫遐刷落来1个半月，伫伊诶容克船顶有3、4个士兵看守。阮奉张挂阁下命令，问伊关系西班牙人伫遐诶状况，譬如关系到因诶洗顿是啥物件？无详细不详毋知。关系因诶洗顿、因诶兵力和贸易诶状况，伊是安尼甲阮讲诶吼，伊是安尼甲阮应。好，咱后尾再来看伊安怎应啦吼。即个 Augustine 甲西班牙人伫咧归人迄边诶情形吼，来甲因讲吼。安尼咱会当对遮小可知影讲西班牙人伫咧即个北部诶代志吼。当然，你若有兴趣，你会当去找，因为西班牙因其实嘛有留一寡资料落来吼，记载着因伫咧归人诶代志吼。好，读到遮吼，今仔日读诶时啊拢足无聊，拢一寡做生意诶代志吼。好，感谢各位啦吼，指面欢迎你来参与吼。今仔日阮读诶拢无精彩啦，歹势啊，无你逐工你过年吼。有时啊若精彩，我读啊拢无法度通评落来。好，爸比有啥物？咱无咱就到遮啦吼，来开饭吼。好啊，拄则迄我有帮你打。有好，多谢嘿。你拢会当看到吼。另外你你有看啦吼？有啊。嘿。你一打互我，我就看。其实我以前就你摕起诶时阵，我就有查找过呢。查找过，但你找着吗？我敢若有看到，即个
哦是哦，我若找袂着，因为我知影有人甲我抄去了，我知影有人甲我抄去。对，就是迄当初我的印象嘛是，无确定是毋是你写，可能有人甲你广载还是抄过去写。感谢伊，我一开始我找袂着，因为我写家己吼，我较早迄录刀日志吼，伊关起来时阵，啊讲会使甲 backup，我就甲 backup 啊，但是我从来毋捌甲整理，啊我迄工要看，我甲拍开起来看，毋知要安怎看，因为。我连这件代志嘛查，哦。我就去查资料，我连这件代志嘛查，啊，足侪人就底下好啊，讲安怎用安尼关起来，啊袂安怎要安怎备份安尼，我连这嘛查着。我有甲备份落来吼，啊所以才看会着。其实我迄当时写足侪，嘛无足侪啦，我写几篇，差不多10外篇。我迄当时看一寡历史资料的迄个笔记吼，譬如讲只讲迄个李诞，其实我嘛有写一篇，我才看找着的，哈哈，再介绍恁看。李诞你爱有，李诞其实是一个无介清楚的历史人物，然后因毋是介确定的人。啊，所以有各种讲法，讲啊，这可能是啥物人，可能啥物人，啊，但是伊是一个足重要的人，因为迄当阵荷兰人来台湾，其实就是李诞，敢若是李诞算伊牵钩啊，伊牵出来吼。好，等我再找出来再叫恁看，好，安尼今日到遮咱来开饭吼，感谢各位。好，多谢大家。好，再会。